二手樓劈價大逃亡，終於殺到埋身。樓市真係要冧市。凌晨11點，地產經紀佬個電話震到爆，業主群啲信息爆到射，急放，即減30個。名校區單位日日插水5000，再冇人問就跳樓價訂貨。呢啲邊度係賣樓啊？直頭係走夾唔唞咯。你估到冇？以前合埋眼買都實賺嘅樓市，而家變成走得慢就坐監嘅修羅場。二手樓劈價大逃亡，終於殺到埋身。睇下國家統計局新鮮出爐嘅數據先。2月一線城市二手樓價按月跌0.1%。以海淀區某學位房做例子，班業主急到跳掣，劈足3個禮拜，日日減5000蚊。就好似你揸住舊辣手珊瑚，卜卜脆想掟走佢咁款。成都嗰邊仲誇張，有位業主為咗促銷高新區層二手樓，直接由200萬劈到180萬。講開又離譜，嗰個小區個價一向企得幾硬價，今次都要跪低。睇返新盤市場，一線城市新樓價所謂升嗰0.1%，咪又係靠核心區啲天價豪宅吊鹽水。講到五環外啲上車盤就真係慘情咯，通州有個盤嘅樓王單位唔單止98折益街坊，仲要送埋車位，仲要扮晒蟹話係員工內部價先敢賣啊！武漢新區仲誇張，有發展商為氹客買樓送全屋裝修加家電大禮包，係呢，睇樓客都係得個吉，場面冷清到拍烏蠅啊！最肉酸係2月70成新樓升價城市，由24個插水式減到得返18個。擺明車馬話你知新盤都唔方好得去邊。二手市場仲大鑊，供求失衡到離晒譜，睇見都心噏。倫平研究院追開嗰14個重點城市，二手放盤衝穿200萬伙，每日新盤多到嚇死人。重慶有個業主放3房單位半年，睇樓客由月初每星期5組跌到月尾得1組，同款單位仲要每日多2個新盤搶客。瀋陽仲慘，有個2房單位放足大半年。初頭仲有幾個電話問下，後尾直情拍烏蠅。個業主為咗吸睛，自己整埋宣傳單張貼滿成個屋苑，點知都係嘥氣。上海浦東有個半新盤仲搞笑，47個放盤有23個標必睇筍盤，班業主仲組埋個劈價聯盟，點知隔離盤殺出個半夜劈價突襲，搞到班友雞毛鴨血。二線城市二手樓價按月跌幅擴大到0.4%，好似南京咁，河西豪宅一劈，即刻拖埋江北上車盤賠跌，搞出條樓價骨牌鏈。講到最轟動梗係南京保利西江月，樓價由當年347個插水到143個，差唔多腰斬再腰斬。買家如果做咗按揭就真係陰公咯，層樓仲賤過條債，想斬攬走佬都冇符，正宗韭菜盤啊！講到合肥濱湖新區就精彩啦，班貴價二手盤一劈價，隔離區啲次新盤即刻腳軟跟跌，搞到班換樓客個個心大心細，揸住銀紙都唔敢落碟。而家班官真係出盡法寶救市啦！一線城市郊區限購令進入拆彈倒數，北京五環外有盤已經偷步掛病，你話唔使等5年社保，個信號擺到明啦。深圳急到褲甩，連夜隊高公積金貸款額兼擴大人群。銀行班乃鐵9通頂測試系統真係火燒眼眉睇得出，有銀行老友爆響口，而家按揭 KPI 出到爆啊，零首期都照批啦。最騎呢係某3線城市，居然將地價變購物券，發展商拎住政府白頭單，買家得堆指定商場庫盤，呢招財技真係玩到出神入化。長沙仲搞笑，政府派糖鼓勵人才買樓，點知班發展商偷雞加價，搞到啲補貼未落袋。已經蒸發晒，認真捉蟲咯！班官啲政策執行到亂晒龍。杭州有國企樓盤搞樓價保衛戰，逼業主簽生死狀承諾3年內賣價唔低過登記價85%，違約就充公20%樓款做市場維穩基金。點知個盤係豆腐渣工程，國產升降機當德國原裝賣，班苦主追數就用管理費塞住把口，擺明想滅聲。呢啲唔係明恰消費者係乜？西安仲離譜，有個盤承諾嘅綠化同會所走晒數，班業主拉橫額抗議，發展商竟然耍太極，仲出律師信恐嚇，惡過塘西風月。班玩家而家個個都嗨晒嘢。
2023年924新政放出嚟班換樓客，轉個頭已經變晒走貨大軍，政策爆煲爆到應一應。廣州有班炒家2019年囤落啲貨，而家市值仲佔過條數15%，要喺發拍平台玩左手交右手止血，呢啲荒謬戲碼全國發拍網暗地上演緊。地產仔女仲慘情，凌晨11點仲望實個市，做到隻積咁仲要湊仔供樓，真係拿手唔成勢。鄭州有個老雀經紀自爆，成個月只係博取一單，收入插水式下跌，班行家搶客搶到出陰招，為咗拉客連踩界都夠膽死。凌晨2點，經紀阿明仲喺朋友圈洗版，急劈業主接受腰斬價，日頭帶客，夜晚培訓，半夜覆客，人工由3皮嘢插水到得返3叉嘢。佢自己都笑，以前叫地產精英，而家改名叫樓市報警版啦。樓市雪崩邊忽有雪花係無辜？當劈價變成唯一出路，當訂貨淪為集體本能，呢場人踩人式走貨根本冇大贏家。個市個天平早就側晒，以前係買到就發達，而家係走得慢就立見。咪喺冧市時賭命仔，更唔好喺人堆度執尊嚴。記住，現金為王，吊鹽水都長命過你公斷價。今日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